UC200係專為客服熱線設計嘅通訊設備，合適2至8人嘅客服團隊應用。系統基本支持2條客戶服務熱線，可以隨時增加設備，擴充更多線路。系統支持來電自動應答、通話錄音、留言信箱、電話排隊、防電話騷擾等功能，可以經由網路擴充或遠程管理設備。當有來電時，系統會自動接聽並播放預先錄製嘅歡迎語音，並告知通話錄音訊息，然後將電話轉接到預設嘅分機，同時啟動電話錄音功能。錄音模式可選自動錄音或手動啟動。如來電未能接聽，可以轉移到留言信箱或其他號碼。留言亦可轉發到預設嘅電郵。當同時有多個來電時，系統會透過排隊功能依序接聽。客戶喺等候中，系統會自動播放排隊狀況信息。來電可按需求分派到不同嘅客服人員或部門。為咗減少各類推銷活動電話騷擾，可以啟動電話黑名單功能。系統會利用來電顯示功能，自動過濾來電。拒接來電時，系統會播放拒接通知，能有效減少騷擾電話對工作干擾。你可以通過UC200嘅 IVR 功能設置多種語言，建立由簡單到複雜層次嘅語音選單，透過語音引導分配來電，以減少客戶等待時間。為避免電力故障導致系統無法運作問題，UC200支持 PFT 功能，即使發生電力故障，電話服務仍能保持不中斷。UC200功能齊備，安裝及維護簡單，能降低企業運營同維護成本，同時提升效益，係小型客服熱線團隊嘅最佳選擇。想了解 UC200嘅更多功能或應用，歡迎透過 WhatsApp 或電郵查詢。多謝收睇 EOS 產品簡介。